嘅你好似好多年都幾好咁樣嘅喎，今年都唔錯喎。原來有地解金櫃3台將星，地解逢凶化吉嘅星，3台同將星係權力地位提升，金櫃等於嘅錢嘅夾可以抬翻屋企，所以今年容有權力地位提升，又有錢嘅運，又有逢凶化吉嘅星唔錯。咁再加埋今年蛇年你屬雞，雞同蛇大家係相合，叫做太歲相合。沖代表唔穩定，合代表穩定，人緣好，對上班一族嚟講咧比較穩定，可以慢慢逐步提升㗎。咁如果做生意嘅你咧，今年穩定嚟講都代表個生意咧係逐漸增長。咁當然一定有吉星就有凶星啦。凶星有咩啊？原來都幾多嘅喎，聽住啦，有飛符、官符、連符。原來飛符、官符、連符突如其來，官非是非，人事不和。所以今年簽文件契約特別要小心啲，唔係一個錯手有少少出錯變咗官非就唔好啦。咁但係官非唔一定真係惹官非嘅，好多時候抌垃圾俾人捉到啊，亂過馬路啊，抄牌唔記得俾錢啊，唔一定係大嘅官非嚟嘅。不過仲有粒星最特別留意喎，今年有粒星叫做陰煞，陰煞係女小人，叫做提防女性小人。所以今年貴人運唔錯，人緣唔錯，不過容易有女性小人。咁運氣方面，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你係叫做寒命人，2010到2015運氣都唔錯，尤其是13、14、15， 2013一個好好嘅起步時間嚟㗎，因為又有權力地位提升嘅星，今年又係太歲相合，所以應該係唔錯㗎。即使你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運氣麻麻地，但係因為今年比較多貴人輔助，有太歲相合㗎，咁保住份工機會都比較大。但係新生意當然唔好制啦，揾工跳槽都唔好制，喺原地踏步就啱㗎啦。嗨，所有的觀眾你們好，我是林志敏 Jimmy Birch， 然後在這邊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，最重要就是發啦、旺啊、興啊！